云游学平台是由远传电信规划结合工业研究院的研究，共同打造出大台南4G 教育行动学习平台。市长赖清德希望将古都台南的古文化加入新的文明科技，一步一步来建设出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市政建设。那我们何其有幸得到远传的信赖。那也得到经济部工业局杨组长还有吴教授的支持。那我们在工业局所举办的4G通讯智慧城市的补助计划里面荣获全国第1名，总共有10亿元规模的补助，让我们有机会运用这项计划，协助这个城市在智慧防灾、智慧交通、远距医疗，还有呢智慧旅游。然后智慧中心以及智慧学习方面可以逐步的建制。当时美商交通公司所要推动的环境影响无线关爱计划，伫咧经过评估以后，也决定台湾首站要伫咧台南进行，透过4G 行动网络，让学生行动学习，也借此缩小城乡教学资源无平均的状况。Many programs are talked about, they're celebrated, and then nothing happens. And in this case, something happened. 650 tablets will be donated today. There'll be a program that continues on. It's a good program. It'll move forward. Those are just 2 of the 3 ingredients that are needed to pull off something like this. The third one is support. Suppor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This guy right here. That's what makes this work, and that's what makes us want to come here. 台南是一个文化首都，那我们如何站在传统的一个基础上，利用最新的科技，能够把整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愿景，能够带给台南所有的市民，这是我们当时所设定的一个，真的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理想，所以我们跟台南市政府的整个合作，其实从城市的治理到整个水利的防灾，到交通，到整个卫生的教育，然后甚至是所谓的学习，还有观光，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4G 这样的科技，能够把台南打造成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智慧城市。为了帮助偏乡学校有效利用云游学平台，远传电信甲美商交通公司也将赠送650台平板电脑，和通过资格审查的台南市11间国中小学，提供因户外教学的课程管理以及学习的效果。台南新闻网志豪张伟忠采访报道。